歡迎各位繼續鎖定澳門萬象，我係劉頌子。呢一個環節一齊嚟關注關於人力資源方面嘅話題，請到醫務室嘅嘉賓，澳門立法會嘅高天賜議員。議員你好。你好，你好。係啦，咁政府最近就公布咗最新嘅就業選配工作報告啦，當中就顯示唔少嘅酒店喺招工嘅時候，雖然職位嘅空缺比較多，不過人工壓得非常之低下，可能就比兩人家團嘅最低維生指數仲要低，因此好難請到本地嘅員工，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團體啊、坊會同埋學者甚至議員都認為呢一種就形同於假招工啊，造成一個低價嘅競爭，希望當局可以重視。我哋睇翻相關嘅資料。資料顯示，今年3月酒店業本地僱員平均薪酬係14,310元，外地僱員平均薪酬11,100元。上述職位嘅薪酬上限仍不及同期嘅酒店業本地僱員平均薪酬嘅一半，咁亦都係相當於部分招聘本地僱員酒店業職位嘅薪酬，更不及同期外地僱員平均薪酬11,000元嘅一半，比現時最低維生指數兩人家庭嘅6,200元嘅援助金呢仲要低。咁即係換言之，從事上述工作職位嘅本地工人啊，咁如果要供養一名家庭成員，其收入仍在最低維生指數嘅水平之下嘅。勞工局嘅網頁公布嘅最新今年4月份嘅就業選配工作報告當中，亦都有顯示啦，某一間嘅酒店共招聘41種不同類型嘅職位，咁其中部分職位嘅要求咧係可以講流利嘅廣州話、普通話以及英文，學歷方面係必須具備初中或以上程度，當中嘅洗衣啊、制服服務員啊、房務員等等係要求高中程度嘅學歷，咁但係薪酬咧卻只有4,500元到6,000蚊之間，更加需要24小時嘅輪更嘅。咁勞工局就認為啦，呢種招聘條件係好難吸引到本地員工去求職，所以咧都向酒店係建議調整招聘嘅條件，但直到空缺有效期限啊，都未接到酒店嘅有關嘅回覆。咁所以亦都有團體認為咁樣做法就係漠視本地人優先就業嘅原則，同埋減少咗向上流動機會，變向下沉。對於呢種情況，議員你點睇？嗱，事實上咧喺制度上咧係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根本上就冇一個規範，令到咧今時今日咧所謂假招工嘅變成一個文化。呢個文化咧就係一次次咧係滲入咧方方面面嘅地區，包括啲大公司咧，佢哋咧都係為咗容易啲控制啲員工咧，所以好希望咧係可以攞到多啲內地員工嘅。因為第一，你內地員工咧好多樣嘢都唔會話規範佢哋，同埋佢哋比較聽話，所以喺制度上，第一嗰個假招工咧，的然咧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因為冇監管。喺冇監管嘅情況之下咧，當佢哋去申請外地員工咧，咁審批嗰度咧又鬆懈。喺鬆懈嘅情況之下，造成咗今時今日咧，好容易呢啲公司咧就可以咧，好容易申請到外勞，兼夾咧佢由於嗰個監察系統失控，亦都係好鬆懈咧，造成咗佢哋可以調用。咁你會見到有啲外地員工嚟到嘅時候咧，就做其他嘢。咁呢樣嘢影響好大，因為點解咧？我哋個就業綱要法就寫得好清楚。首先你要保護我哋澳門人嘅飯碗同埋個筷子。你冇飯食咧，就好慘噶啦。第二咧就係當你係冇嘅時候咧，即係澳門冇，咁你可以進流。但係由於呢樣嘢係好好簡單就可以申請到澳門就冇呢個行業，咁但係事實上好多時係有，但係佢哋唔會用。咁呢樣嘢係而家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已經係嚟緊咧外勞咧，至今咧已經去緊11萬人其中裏邊就包括咧嚟緊2萬幾個咧菲傭嘅家庭傭工嘅。咁呢個龐大嘅外勞咧會造成咩咧？幾個問題喺度。第一咧，我哋本地人咧做咗10幾多年咧，而家我哋特區已經有13年啦，升唔到職，呢個第一個問題。佢好多時佢習慣咗咧，佢請翻佢自己人咧，未必係個能力咧係好過我哋嗰啲本地人，所以你升唔到上邊咧，下低咧亦都入唔到新人入去。其次咧就係我哋特區政府咧冇一個真係系統一個制度咧嚟去睇究竟我哋6間博企同埋啲大型公司咧點解佢哋唔可以本地化，
本地化係嘅方方面面嘅。方方面面要做到咧，使到我哋啲本地嘅澳門人咧，真係可以揾到佢適合嘅做嘅工作。你唔俾機會佢，永遠都冇經驗嘅，而冇經驗咧，永遠咧就做唔到嘅。咁啲永遠都係重複嚟去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我哋會覺得特區政府咧需要咧真係制度化啦，避免咧所謂而家我哋見到假招工嘅情況咧越嚟越犀利。我哋係一個旅遊休閒嘅城市，但係我哋事實上我哋見到而家咧方方面面咧都係達唔到標嘅。咁所以對於人力資源，尤其於坊間嘅呢一種嘅憂慮，其實亦都係有跡可尋。我哋繼續嚟到盤點。係啦，咁啊。過往亦都有出現過大型嘅博彩企業係疑似假招工嘅問題。喺2010年6月份，19名澳門工人獲聘喺路氹銀河度假村地盤工作，但工人完成咗下午嘅工作之後呢，即獲通知被解僱。代表懷疑資方係假招聘，目的只係用盜用工人身份嘅資料啦嚟到填補本地工人同埋外勞嘅比率。2010年3月，銀河娛樂集團喺招聘上千名建築職位嘅時候，懷疑有假招工，過百份嘅已經填好咗嘅申請表啦，遭人當垃圾咁樣擺落咗嗰個泥水車當中咁令到唔少求職嘅工友非常之不滿。咁所以對於呢種情況我哋係值得關注，尤其係點樣釐定外地嘅勞工啦同埋本地工人嘅比例方面。你首先呢，政府部門呢，尤其是勞工局呢，同埋人力資源辦呢，係需要加倍努力嘅去工作。現時嚟講，已經係冇話任何嘅藉口呢，令到佢哋做唔到嘢。問題係你嗰個打擊嘅程度，去監察同埋監察嘅之中呢，你嘅效果係點？呢個係需要體現到嘅。其次呢個制度呢，唔係話淨係呢去做嘢。而家因為現時嚟講，唔係話個個都容許呢。個個都肯去落間博企咧去做裏邊啲工作嘅，因為第一你時間長之中咧，你10幾個鐘你服務行業嘅，你係好多情況咧，你現時嚟講個勞工法咧係不公平對待嘅。第一咧，全世界即係意思，成個澳門咧根據勞工法咧都有嗰個所謂輪班同埋夜間嘅津貼嘅，但係偏偏咧博企咧，例如啲莊荷咧，佢哋咧係幫我哋揾咁多稅收，但係竟然咧佢哋咧就冇嗰個所謂輪班同埋夜間嘅工作嘅20%同埋10%嘅津貼嘅。咁呢樣嘢係造成咗我哋現時嚟講嘅一個非常之不公平嘅狀況。其次咧就係二手煙，佢哋好多都係面臨一個好大嘅健康嘅問題，因為要吸收二手煙。咁由於現時嘅制度亦都咧冇嗰個所謂個人嘅醫療保障，兼夾每年嘅定期嘅檢查咧，造成咗好多都染咗一個叫做職業病。而呢啲職業病咧，令到佢嘅壽命咧係一定會短嘅，因為會產生好多問題。尤其是佢哋後期晚年嘅時候咧，出好多病態，都係因為慢性嘅病咧，係因為當初咧佢哋個工作嘅引起出嚟嘅。所以我哋係需要咧制度化。制度化之中咧，我哋個特區政府要監察，係要需要做到咧係十全十美嘅目標嚟個方向要達到嘅，令到咧真真正正咧，我哋會見到咧澳門人真係揾到佢適宜嘅工，同埋俾機會澳門啲年青人咧真係可以投行呢個行業，同埋俾機會佢哋升職。呢幾方面咧仍然咧係出現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長遠嚟講係一個計時炸彈嘅，因為點解咧？我哋6間博企咧，我哋係要用好多人嘅，但係我哋見到咧，我哋所謂用人之中咧，好多都係外勞嘅。咁呢個係我哋需要咧，暫時尤其是一啲高職位咧，唔俾我哋澳門人咧擔當咧，因為各種嘅不合理嘅理由可以講好多時咧都會造成到好多矛盾。一方面合理輸入外勞，第二方面係應該喺工作安排當中，例如晉升機制同埋輪更上有科學嘅統籌同埋分配，否則會衍生出其他嘅問題。因為各行各業嘅服務品質亦都係同人力資源係相直住掛鈎嘅。係啊，因為你事實上你係一個國際都市咧，旅遊休閒咧的而且確你係需要好多大量嘅
人才咧同埋培訓嗰方面嘅。但係你唔可以一世咧都係依賴咧外來嘅人數嚟去承擔呢個我哋嘅經濟嘅責任啊。所以我哋如果真係想做到外來呢個，亦都係同整體我哋澳門嘅經濟嘅結構有關嘅。我哋事實上我哋講多都係無謂嘅，我哋係一個賭城嚟嘅。咁我哋除咗賭係有乜嘢呢？就係其他啲同賭有關嘅直接或者間接嘅經濟活動嘅，例如啲手信啊，例如啲的士嗰啲方方面面呢，啲旅客係因為賭佢先嚟澳門。我哋而家我哋嘅入住率都好低嘅，1.5、1.6，即係證明咧大部分啲人嚟咧即係走嘅。我哋冇嘢可以留低俾我哋澳門人喺度住嘅。咁呢樣嘢亦造成咧，我哋好多澳門年青人一代咧，佢想投入嘅時候咧，佢面臨一個問題：你一係同賭有關係，一係咧同賭間接或者直接有關係，因為一賭佢嗰個方向或者佢嗰個個稅收或者佢哋嗰個經濟個運作冇咁好咧，其他行業咧都會受影響嘅。咁講到咗人力資源方面，而家我哋知道係招聘員工嘅時候，或者係請外勞嘅時候，係有個比例，即係本地工人同外勞嘅比例。咁其實呢方面係咪需要更加釐定清楚先至可以？嗱，我啱先開場白都講到咧，個制度上一定要完善嘅。制度上就係咩咧？清清楚楚咧界定咧咩標準令到你可以申請外勞，同埋裏邊好多坊間講到你如果你嘅比例制，你多啲本地嘅員工咧，你就機會咧高啲可以申請到啲外勞。呢啲咁嘅嘢咧需要制度化，咁先至可以做到咧公平公正咧，俾到個個都有同等嘅待遇咧，同埋同等嘅方式嚟去，同埋啲規矩要清晰咧，透明度要高咧，要放上網咧，咁先至可以體現到咧。我哋究竟我哋特區需要啲咩外勞咧？我啲公司如果真係萬一真係需要咧，要達到咩標，咁你先至可以請到。唔好話咧，俾人感覺到咧，求其咧就批到啲外勞出嚟。所以法律法規方面需要完善，同埋監管方面都需要不斷咁加強啦嚇。喺澳門有限嘅人力資源方面，合理統籌同埋分配啦，最終提高澳門嘅旅遊服務嘅城市嘅品質啦同埋形象嚇。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再會。